宣义城杨凌觐见。连秀才都算功名了，就一人义，就天下人却很难。臣请斩此人，以正视听。我相信，自助者，天助之；自弃者，天弃之。这朝堂之上，岂容得你这般反复无常？现在满盘都在排兵布阵，你单枪匹马，不是找死吗？进宫！点灯的，让4个前者。经此一，粗鄙如臣尚能看出，军中指挥失序，武备松弛，战法落后，甚至将士心想还要靠滋扰民间方能解决。只是可笑，我一个乡试都没过的秀才，上上驱逐强弩，直面击毙，而你们却只知道在此鼓动唇舌，残害同